在地人在地前为了减少空气污染，台中市政府环保局加大家区公所农会做推出以美工代金，并且发表全台首创的将拜拜用的纸钱变身，结合平安米啦、素文加祈福卡，鼓励民众用来礼敬神明。 简单透过白火机来买，推出全新的环保祭拜仪式，为了减少空气污染，台中市环保局和大家区农会同齐鼓励民众支持祭拜的新文化。所以我们要提醒，所有的民众能够用以工代金，那做更多的善事，那也来祈求神明的保佑。 环保局说明，新形态用美工代替金纸，同款互拜拜有仪式的感觉，而且带来真侪好处，可以当互农民种的米扩大通路，民众会当选择将幸福的米留伫咧庙的，互庙方统一关乎弱势做功德。祈福卡摕来庙的迄边，甲后壁这边放一个庙印啊，咱早随身携带，当成是一个平安符、平安卡的意思。 局长讲，今仔日的活动是见证新祭拜文化诞生，和大众影响幸福健康的城市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